因为领劳保年金的人数比纳保费的人更较侪，劳保上紧恐惊会伫2028年破产。劳动部长柯明春今仔是强调讲，劳保是政府办的保险，有政府就袂倒，会继续来提供补助。另外，针对外界关心的年金改革的进度，柯明春嘛表示讲，会继续来听各界的意见，等若有共识，才会来进行。 各界关心劳保年金当时会启动改革。根据劳保局最新的精算报告指出，讲劳保若无启动改革，暗算2028年会破产。劳动部长柯明春25到立法院是针对劳工退休金的制度改革做专案报告，特别强调讲，明年会加拨补劳保基金1200亿，所以完全无讲到改革的方案，引起朝野立委是哭哭在问。改革方案在哪里？还是每一年都只是拨补？今年因为拿安尼来看哦，等于拢每年拢爱拨补啦。议题较复杂，牵涉层面广啦，吼。好，所以较无遐容易，但是咱至少若讲有共识的部分，咱先做，就是按他讲的补补啦，吼。南委质疑讲，民进党政府执政7冬外，所以一直无去讲劳保改革，用继续沟通的理由就踢过去。立委是建议讲，政府拨补劳保基金爱法制化。这个拨补，我们适不适合应该让它给法制化？有政府就不会倒，哈。这个是政府办的保险哦，套用我们苏前院长的话，有建户就袂倒啦，哈，有建户就袂倒啦，因为这是建户办的啦。保险嘛，哈。不过，劳工团体批评讲，劳工退休保障无够，劳动部干那会晓叫劳工家己自提劳退，加欠钱、加投资，家己求保庇尔吗？更低一点的3万以下，可能都5%以下。那我们就觉得说，如果只是这种叫大家自己自提多一点，然后多存一点钱的话，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劳动部应该有的态度。因为包括调整劳保费率、改变给付条件等等，都是互劳保稳缩经营的项目。柯明春强调讲，这个项目的沟通无简单，会继续沟通，问大家的意见。嘛强调讲，政府拨补是真重要的面向。政府已经连续4冬拢有拨补劳保年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